耶稣落了山，有真侪人缀着伊。有一个生大胎哥的来拜伊，讲：主若肯，必会叫我洁净了。耶稣伸手帮伊讲：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伊的大胎哥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伊讲：你切毋通讲互人，干那爱去将身体互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耶稣入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入前来求伊讲：主啊，我的仆人还半身不遂，病倒伫厝内，真是痛苦。耶稣讲：我去医治。百夫长回答讲：主啊，你甲阮兜，我毋敢当。只要你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伫人的权下，也有兵伫我以下。对这个讲去，伊就去；对迄个讲来，伊就来。对我的仆人讲，你做这事，伊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喜奇，对军队的人讲：我实在讲互恁，遮尔大的信心，就是伫以色列中，我也无拄着过。我阁讲互恁，对东对西，将有真侪人来伫天国内，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做事。唯有本国的子民，竟然被赶到外面黑暗内去，伫遐必如哀哭切去了。耶稣对百夫长讲：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，甲你成全了。迄时，伊的仆人就好了。耶稣到了彼得的厝内，见彼得的岳母还在边倒地。耶稣甲伊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伊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到了暗时，有人带着真侪被鬼附的来到耶稣头前，伊干那用一句话，就甲鬼拢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，伊代替咱的软弱，担当咱的疾病。耶稣见真侪人为着伊就欢呼，都到迄边去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伊讲：夫主，你无论往倒位去，我拢要跟对你。耶稣讲：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收，人子却无枕头的所在。阁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讲：主啊，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老爸。耶稣讲：虽在死人埋葬因的死人，你跟对我吧。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对伊。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海涌暗藏，耶稣却困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伊，讲：主啊，救阮，阮丧命了。耶稣讲：恁这个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怎呢？起来，斥责风甲海，风甲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伊奇讲：这是安怎的人？连风甲海也听从伊了。耶稣去渡到迄边去，来到加大纳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对坟墓内出来引着伊，积极凶猛，甚至无有人会为迄条路上经过。因话咧讲：上帝的后生，阮甲你有啥物相干？时阵还未到，你就像这年来叫阮受苦吗？你因前方有一大军抵接实，鬼就央求耶稣讲：若甲阮赶出去，就打发阮进入敌军吧。耶稣讲：去吧。鬼就出来进入敌军，鬼军忽然弄落山崖，倒伫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就都走入城，将这一切的事，甲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，拢讲互人。合城的人拢出来迎见耶稣，
记见了，就央求伊离开因的境界。